是对家路互我，来第20是285首，讲七好朋友，再来2转首。然后在大家平安，像咱平安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主，请先从咱的手机关机，去做敬拜。
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，应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，唱歌来到伊的面前，因着知耶和华是上帝，咱是创造的，咱也是伊的，咱是伊的百姓，也是伊的草场的人。这是咱做伙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第42首，我的目睭要夜晚来按山，圣诗第42首，我的目睭要夜晚来按山，就请咱起立来吟全诗。疏导信天来个别咱的信用。我信主，传扬美创造音乐主宰，我信仰所领导，兄弟信仰，来主，以对信心打开，对在路那里的知识，以不留的耳朵看时候，练习的细白上轮廓，给哪里对象用过，你那这里专门为所谓考虑，因为对他的心好，他的思想，关心现实，行动发挥，行动手工，最下面有给我另外一方面，他们插着。咱三个来体验上帝的话，体验文14篇，圣诗也为体验文第14篇，诗篇51篇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我要投票伫你10个的意内。我要求叫至管的上帝。但迄个要吞食我的人，诽谤我的事，上帝要施阮对天救我。
性命伫三个中间。伊的喙是枪是钱。上帝啊，愿你关大搬过遮个天。伊甲我的骹步set落网。伫我的面前开航坑。上帝啊，我的心自在，我的心自在。我的神啊，你着精神起来；心啊，色啊，你着精神起来。主啊，我要伫万百姓的中间感谢你。因为你的慈爱大到拄天。上帝啊，愿你关大搬过遮个天。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全能上帝，你是阮生命中的大主宰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拣选，感谢你的处理，感谢你的怜悯，感谢你的启悯，一生来服侍你，全能搁主你的天地上帝，我因为犯着罪罪的错误，来离开你的道路，亲像迷路的面前。回头相信阮家己的计划，放纵家己的需要，应该做的无去做，无应该做的反转去做，浪费你的文书。想上帝一直你的慈爱，总是主啊，你予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失，互阮知影阮的歹，洗清阮的过失，求你帮助阮，了伫你的感内面来活，今日爱阮行的道路。亲爱的主，你是和平的大君王。伊将平安赏赐互我，我为着世界的主时，要经历战争的国家甲人民向你恳求，从以色列、巴勒斯坦、俄罗斯、乌克兰遐国家面对战争的时，恳求你亲自将掌权扫除一切恶业，赐落和平。我认为有将对你来的智慧，会晓来终止战争，也愿你怜悯伫战争中失去性命、面临家庭破碎。好处通转去的做人，互因无论到伫倒落，拢有人伸手帮助伊，互因得到你的拯救甲救恩，让你的平安也看人民内心的幸福，互人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亲爱的主，下个月就是圣诞节，我们来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我们已经开始分组准备圣诞节的大时间。救主亲自带领湾南口教会今年的圣诞节的活动。恳求你，互阮每一个人，拢有谦卑顺服的心，来服侍主，愿意互主你来使用，共同为着主的国度奋兴来努力，来求主来祝福带领在月湾南口教会所举办的圣诞节的第一个活动，是阮第一摆为着疫情的处境所举办的爱无限福音音乐报道会。我们用音乐、演剧、叙述的见证来宣扬你的福音。求主你亲自来带领，也好经济来感动更较侪人的心内，互福音的经济，因的心开始富裕，来认捌主。人民人的主，即个季节交替的时，恳求你保守看顾，愿意长辈时代，是身躯软弱的行者，无论是伫病院、安养中心，还是伫厝咧疗养的，求主甲因同在。伊的稳定教养内容，信靠你，倚靠你。公共重大，一个好的意义，身躯早日获得健康。失去亲人的，求你也亲自安慰，伊的平安同在，稳定中有盼望，有市因行过安尼探索。这是阮用较好的心来领受你话命的话，你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阮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拢托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将阮的感谢推去，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愿祈祷无安全。我也要用主耶稣你所教导阮的主祷文来祈祷。愿天灵的，愿你的名字，你的国度来，你的意志成全，你的亲像天理。我的是你的仰望，下面我的国度，亲像我下面的国度一样。我的传体起，我的爱来我的国，我的灵魂中吸收，来我经。
要来讲述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2章第1到12节。新约马可福音第2章第1到12节。过几日，耶稣搁入加百农，人听见伊伫厝内，就侪人聚集，去到门口地，连门口就甲讲道理互伊听。有带一个变水的就问伊，是4人跟伊来。因为人多，会问我，就是耶稣徛的所在，倚厝顶门口，就将变水的倒伫铺仔内推落去。耶稣看见伊的事，就甲变水的讲：细囝，你的罪赦免啦。几仔日定下随着遐心内议论讲，这个人怎样安尼讲啊？伊是抢权滥杀，有上帝以外，是罪会赦免罪啊。耶稣心内的未知。因为这号的议论，就甲因讲，恁啥事伫心内的议论遮尔。甲变水的讲，你的罪赦，还是讲起来，拿你的仆仔来行，打扰一项较快。我特别互恁知，恁主伫地里有权通赦罪，就甲变水的讲，我甲你讲，起来，拿你的仆仔返去你的厝，你就起来，伫这人的面前，随时拿你的仆仔。伊甲众人拢讲名，为演讲上帝讲，阮从来袂捌看见安尼死。圣经读到遮，只是请圣歌队团咱来赞美。今仔日所要念的诗是保守信心的人。
是咱请电牧师来证道，然后你牧师咧甲咱分享的信息是照亮的。大家平安。诗篇了后，牧师佫倒转来到福音书。四本的福音书拢有一个特色，这个特色就是，这拢是差不多伫学生分底耶稣，然后传道理了后，大概30年后，因开始写福音书。换一句来讲，福音书伊一个时间点应该是到主后60年左右。无纯粹圣神降临，开始传福音是主后30年，差不多经过2个世代60年，变化已经足大。中间耶路撒冷已经毋是主后30年的耶路撒冷，整个的世面也无共。信耶稣的人所拄着的问题甲难题，已经超过因本来所想象的。伫即个时，因所会当挖过的是什么？特别到主后60年，整个罗马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。这个改变是因为皇帝迄个心境，特别到尼禄皇帝的时阵，因所拄着的问题是更加大。换一句来讲，到主后60年，整个的教会政策有足侪所在已经变到差不多是如同上家之前。伫耶路撒冷，因绝对不散，佫受到分别。所以到这个时，当这个学生因佫一摆来见证，这个你要不来掌管一切耶稣基督，伊要不来，在这个时间历史的中间，伊会当分享生命。各位初信到经过2个世代、30年，迄中间的信仰的成熟，帮助当时的教会因行坚固脚步。问题会当做有一项，就是因怎样将耶稣伫世间所流露，伫这3年中间，伊甲伊三个交陪，甲伊三个大，因怎样通过伫这个时信仰的反省，因来记录一下。所以福音书它毋是咧讲一个故事，也毋是讲一个历史的记载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反省甲过程。伊特别无提到所以安怎，伊不过是将耶稣所讲，在迄中间有真深的，就是阮就是安尼看。是即摆对照一句话，就是耶稣捌一摆回答行水的约翰的学生来问伊，耶稣讲：你倒去甲你的老师讲，福音是啥物？啥物是福音？福音就是人的目睭毋捌看，耳孔毋捌听，心毋捌想着。换一句来讲，福音是啥物？耶稣基督福音就是每一天拢互你定心来体会 Amazing Grace。虽然所信的信仰就是一个定型，就是信耶稣是啥物？有平安，有感恩，有啥？迄个物件当然拢是事实，但是咱每一时随时拢在经验，这是一个新的点。所以跟保罗见证一项，讲人若踮伫基督的内面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这个新创造毋是对照以前甲即嘛，这个新创造就是 You never know。我今日的成业，我今日体会，是我以前捌未体会过。
用即个时、即个所在，圣神甲我送来伫已经有的福音，即个真理的顶面，我来经验新的体会、新的感受，然后行新的路程。所以今日一天，佫一个新的开始，这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意义。所以这毋是咧比较，我昨到今仔日是一个我将来毋捌想到。所以 Amazing Grace， 前我青年打得到看见，即个前甲打永远的讲每一档新的故事。啊，今日我用这段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，相信咱人来到教会人，这个故事听到超过100摆吧，对不对？特别主席有讲，这个故事足焦点，啥咯？因为这很生动啊！哦，有4个人啊，当一个人，啊，佫共拆厝顶。啊，细汉的时候，朱老师拢无交代清楚是安怎拆厝顶哦。这要怎拆，这真较困难哦。虽然咱考教会嘛有历史啊，但是要拆啊，来请怪手，啊内底哪会使有人？有人拢缀歹了了。但是伫迄个时代，拆厝顶，咱来了解因的厝顶，当然甲咱厝顶无共。特别因的楼梯毋是楼伫咧厝内，是楼伫咧边头，所以才我都爬去顶头，才我都拆厝顶。哦，今日牧师较毋是要放伫即个所在。即个故事真生动。然后你会经验一个人对厝顶推落来，耶稣讲起来，摕你的袍仔转去，哇！咱真爱讲，教会有时候很喜欢这种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什么？太神奇了，太神奇了！而且嘛来足期待，今日有一款故事什么款？今日有一个坐轮椅的人来塞伊轮椅转去，这个生命袂歹。我捌参加一摆报道的，因为迄摆我做翻译，我咧讲内顶，我就看到真侪人，拢来到庙前想要医治。我即摆感觉迄种医治特会吼，是属上人的心啊！抛着足大的期待来吼，迄只轮椅吼，塞4工来，搁塞4工倒转去，共款搁坐伫迄轮椅顶，我嘛感觉真艰苦心。哦，啊那上帝哪会互伊有影真是甲出去呢？哦，全毋是行起来吼，全爬起来行。不过今日还真袂，牧师今日足爱甲咱分享一段故事。什么分享啥？就是阮一路行过，耶稣不但来拍开阮的眼睛，看以前无看。所以这毋是一个老的故事，我不过试看卖啊。伫即个故事的中间，找几啊项，然后咱大家三个分享，总是愿圣神帮咱啊。读圣经，圣神是你的，你家己通过圣神的感动，伫圣经的中间，听见主耶稣伊会听的真理，爱有怎样伫今仔日甲你三界来对话。所以这段故事早亮点吼，伊讲毋知要安怎讲台湾话，我嘛袂晓。即个即摆少年人歹讲的吼，早亮点，出一个相片互你看，我拢找无啦，就想要讲卖啊夭寿吼，找还要我去送来找几部找无。好，咱来找找看亮点吧。伫即段故事的中间，学生分享几项，因为迄阵拄仔是学生开始对耶稣有看法，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，已经到第2章。其实不过就是耶稣出来传道理，有可能就是1礼拜、2礼拜、3礼拜，伫迄2、3礼拜中间发生的代志。地点佫倒转来加百隆，加百隆是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，这也是耶稣伊倒转到伊开始伫加利利传道理的时阵，嘛是对加百隆开始。各位今日是读第2章吼，第1章咧写啥？我有需要小可甲恁 review 一下吼。第1章咧写啥？第1章咧写讲耶稣伊就出来传道理，第1天就拄到什么？伊讲安息日，伫安息日的时阵，伫会堂讲道，然后咧有一个邪神附身的人，伫遐乱场啦，乌白话啦。毋过伊话阁足准的哦，伊讲阮甲你啥物感谢啊？上帝囝，阮甲你啥物感谢？伫遐耶稣赶出即个邪神附身的，轰动整个会场的人。当时会堂的中间人总是少数啊。人是少数啊，因为安息日就是迄个庄头的人会来即个会堂嘛。但是耶稣伫会堂赶出一个互邪神附身的人，圣经安怎写？我毋捌看到即个代志。各位，圣经定记载一项，我毋捌看到即款代志，我毋捌听过即款的道理。啊，足期待你今日倒转去哦，无干那我来做礼拜刷，是安怎落来礼拜刷。
嘛，咱讲每一时拢来经验，我毋捌听，我毋捌学。毋过伊讲是安巧日，安巧日有所限制，限制是啥物？你袂使行伤远的路，所以一定是人限制你来。总是安巧日一个过，天一个暗。各位，犹太人天暗无咧做代志，但是天暗安巧日过啊，就是因为安巧日过吼，附近的人拢常常来，因为伊有听到风声啊。有一个新的猎比行出遮，我毋捌看过代志，所以众人拢来。所以伫天暗的时阵，一道黄昏了后，将足侪治病的、鬼附身的拢带来。伊讲规城的人、规加比隆的人，拢聚集来到耶稣住的所在。耶稣伫遮一项一项来行出事业。毋过过两天透早，足侪人搁聚集的时阵，竟然学生透早就出去耶稣透早出去祈祷，所以学生紧去上，彼得紧去上，紧的啦，人拢来啊，我开始啊，人拢来啊，是安怎？昨暗迄个场面，今日早起人拢来啊，紧来，紧转来。我耶稣无转来咧，耶稣讲咱来去别个，咱来去别个埔头，我是为着传福音来。所以规定的人拢聚集伫耶稣站迄个所在，可能就是耶稣住的所在嘛，可能是这会堂的所在，我毋知影。总是规定的人拢来了后，见到耶稣讲：“咱离开吧。”我想对彼得来讲，恁傻无呢？这个老孙呢，他的路跟人家不一样。那换做恁啥物款？牧师啊，紧转来，牧师紧转来，规礼拜当全场人往咧等你。你想杨牧师吼，三步做二步走，对毋对？紧转来，要来开始，就是耶稣讲，咱来去。好，今日这个故事真趣味吼。头前咱分享，圣经写啥物？耶稣佫是加别人，耶稣佫是加别人。我若是生活的家庭，我第一行吼，念你一行遮，两行遐。迄天当侪人找你的时，你入去加别人。即马你佫入来加别人。耶稣佫入去加别人，各位兄姊妹，这有一种要紧的思考点。过几天，耶稣佫入加别人，伊离开，伊佫倒转来。到底你有看到啥物？你就看到主耶稣是一自由沦陷的上帝，这是真要紧的。上帝的时与期，上帝时甲期，上帝路，毋是伫咱的经验中间讲你应该安怎。即摆拢总爱讲 AI 吼，对不对 ？AI 就是经过我毋捌吼，我若讲毋着恁较少年才甲我指正。但是我只有知影一项，伊当学习的地位就是讲过即个大数据了后，伊创造一寡路暂时过程，这一定要有逻辑的。但是你会发现一下，耶稣咧行的路，不在于咱人的思考。讲要离开啊你，即摆佫倒转来，要早迄阵就莫去，莫离开就好啊。继续留伫加别路，足侪人拢会来，敢毋是？上帝下伫时代患难时甲期，毋是恁所通知，这是出现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。换句话来讲，有真侪时阵，咱要甲上帝、咱的主、咱的上帝，伊的时间、伊的行动，会放伫咱所会当理解的范围。各位兄姊妹，经验、经历会帮助咱免除真侪无必要。比如讲，若要去一个所在，这条路我真熟，安尼对毋对？这条路我真熟，当然就行安尼啊。所以我若开车吼，我足爱载即种人，就是感觉路真熟。我若开落去，我迄个所在我嘛知，毋是爱行即边，即边较紧，迄边安怎好？我吼，伫南部开车一半摆会开了好多福音车呢。我若载着阮一个执事吼，足爱甲我报路，我就是袂甲我瞎啦。你家己甲我报路要创啥？伊拢甲我一条一条，是安怎？有伊的经验，有伊专门咧使啊，出入的小孩，所以伊会甲我报，各位兄姊妹。咱的人生中间，你一定有足侪经验，包括咱政府教会牧会，老经验真要紧。老经验、老步定，也是讲有真侪，伊真侪迄个
会体会过去的体会，各位兄姊妹，有时咱的习惯、咱的经验，帮助咱判断，嘛帮助咱选择，总是嘛限制咱。你家己将家己划定路线，画定时间表，照这个范围，若超过遮的，你开始就不安。人总是会直接开始讲，哪会要安尼做？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会记列萨罗迄个故事内面讲足趣味的话，马大讲一摆，后来玛利亚嘛讲一摆。马大甲玛利亚拢讲一句简单的，为什么？主啊，你若较早来，是毋是？你若较早来，我的兄弟会比较信。我想对马大玛利亚伊对耶稣迄种的信心是真大，因为相信耶稣足疼的，总是拢讲一句话：主啊，你若较早来食。人生的路有影是，我家己深深体会。咱会行一条毋知的路，敢毋好？啥物是毋知？毋是无有计划、无安排、无努力、无拍算，总是有感受。生命中真的太多未知了。毋知的互人着惊，不过毋知是互人来经验上帝是知影。所以伫一生的路的中间，上帝经营，检查你会当找。检查你无拄拄会当找，所以一只咱的思考、咱的判断，是毋是会影响？所以今仔日这学生点解心内就对耶稣的话讲：啊，今日我倒转来食，今日我倒转来食，不过我毋知，不过耶稣就今仔日搁一摆就答了。传统、传承、法规、惯例、主观、客观，咱拢有真侪判断，用阮咱。咱一个信心的心肝，体会上帝一定不在乎你所拍算得到的所在。若无，绝对无以色列人伫旷野漂流40年。我安怎讲嘛，不应该安尼做。总是对永远的历史中间，咱才知影上帝迄份的心意。总是对当时行伫旷野中间的以色列百姓。你安怎会当体会？是安怎上帝你安尼咧瞧？这是第一个亮点。今日耶稣搁一发表。第二项，我所要跟分享的是，当足侪人自救的时候，圣经写啥物？连门口埕嘛拢无空地啦。偌侪人其实人的厝足细间的啦。不管偌侪人，意思讲拢客满满。哇！咱定讲，咱今礼拜足侪人呢。即摆咱教会一个甜甜。有当时甲人咧分享的时候，讲阮礼拜，阮即摆迄个礼拜足侪人。会期较少，即摆加足侪。不过今日第二个亮点，牧师个人看的是，有一项容易受忽略的，迄个核心，还是讲迄个焦点。圣经写啥物？当足侪人伫遐，圣经写耶稣讲道，耶稣伫遐讲道，讲道理，讲圣经的道理，分享圣经的道理。这才是今日即场的中间上界要紧的焦点。但是因为圣经的记载人真简单吼，耶稣就对因讲道，所以咱来当作有一项代志。今日礼拜煞，今日袂歹。牧师讲道短短袂歹，还是牧师讲道安怎？但是要紧是物？有时吼，礼拜煞啦，牧师今日讲足好诶，我若强拢毋好，好伫倒咯，都足好诶，袂歹，袂歹无要紧啦，你莫甲讲足笑亏，我就惨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有像真正用力所过诶，咱的信仰生活。教会生活真重要的是，上帝道理、上帝话，不时伫你的生命中，讲伫你的生命中，入伫你的耳孔，听伫你的心内，不断的思考，不断调整改变。当保罗要嚟咱讲心意更新之变化，它毋是一种意愿，
后发来变化，你要变去倒位去？其实这种心理的真正的变化，我认为讲，就是咱不时伫甲耶稣通过圣经的话，伫对话中间，甲咱不时来调整甲改变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上帝对你的恩典最大的会改变的所在是，伊互咱不时的调整甲改变，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。所以我要安尼讲，恁两百我。我今日穿即啊，第一件穿即啊长袖的裤子吼，我咧发现讲，较早的，这样无过来买新的，为啥？你看这安尼，即马较瘦，较瘦去。我这一个后面叮叮咚咚，我该保养，我嘛哎，去买新的啦。无我这样来买新的，我实在是差足多。以前是红甲穿袂落，但愈买愈大领。这2年啊吼，食较歹，较算讲。诶。咱嘛毋是干那50年，吴老师爸爸遮久啊吼，超过50年、40几年。当时嘛跟少年，但是迄阵的我甲即摆的我，但迄个人，你若讲有所改变是啥物？也无较高，也无较缓慢。对我来讲，我上珍惜就是，人生的路，行日子，甲主同行，伫我起苦坎坷，有时滑倒，有时佫爬起来。但是迄种的心境、体会、感受，对人、对事、对家己，迄种不断的调整，所以伫耶稣当中，所以各位兄姊妹，今日咱伫10到5的生活中间，我拢在讲，咱跟咱分享的是讲，我们不要把这种事情忽略，还是无在意。圣经的话，毋是广告，哎哟，那广告遮长啊，节目都袂歹，广告够多。它是上帝为一个开窍，带来创造。创造就是对无变有，对混沌变特殊，对伫歹变做水。你迄个经验、迄个感受，上帝话带来体会，带来教示，带来督责，带来鞭拍，嘛带来安慰，嘛带来带我去归回倒转。这嘛是圣神上要紧的工作。所以各位，你追求圣灵充满是咧追求什么？有一个足侪人传，你追求圣灵充满，就追求迄个感觉，哇！这圣灵点着，哇！对头麻甲骹，啊麻了，我是安怎？我就足麻。我倒哩狂拍，啊你有爬起来有啊？啊嘛是要我爬起来，你也无讲一世人拢倒伫遐。圣神的充满，当然迄个感受是有，迄是一个感受，但圣神最大是啥物？捌真理嘛？这个捌毋是知影，这个捌。是迄个关系，所以各位兄姊妹，耶稣伫遐讲，对学生来讲，因对耶稣的身躯边，因最大体会是啥物？我听你主的话。所以最后耶稣吩咐因去传道理的时阵，讲一句足要紧的话，原来我教示恁的，也教示恁手。这个教示毋是这话尔。不是这句话，这教是啥物？就是这话所对恁生命中的迄个调整啊改变，而且上帝话继续不断的帮助。所以耶稣伫遐讲过，这是足要紧的强调。咱唔通不了解。我讲焦点是，我讲亮点在哪？就是那4个人加一个。咱一来看讲，哦，谢人根吼，阮幼稚园也是阮主球的关在几拜过吼，谢人根者。不过我提醒咱看一项哦，那也造出这样的代志。那个4个人加1个人，我讲伊是团体也好，小组也好，因今日会来吼，因今仔日会来带伊来，一定是到今仔日临时才走出来。啊，恁4个人你跟这个人来，无啦。他们4+1是一个好一阵子，不晓得多少，唔知偌久的时间，因迄种生命的团体。而且伊4个人跟这个人来，我嘛真趣味，落去，咱会较尔担心吼。包括迄个倒伫坡啊迄个人，伊嘛欢喜互伊转来。会讲话，即个时阵吼，倒久啊吼，已经歹啊啦，莫阁甲变到人啊。
卖啊啦，是毋是？我带了看医生，无效人来看过几个啊？但是他们4个人怎么就这样一干给跟过来？而且都离遐越人，你来看后壁那耶稣的活动，都离遐人好像你认识耶稣，不过就连骗你都不心动不变啊！你哪有都捌耶稣？是不是伊嘛有来听过耶稣讲道？不过圣经无写。这句话会让巩固一个合理的判断。那个英雄都比亚叶啦，以及4个朋友，不断的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。这嘛是咱今日团体、是教会，还是讲咱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？咱俩讲基督化的家庭，这是真要紧的所在，就是讲，咱伫迄中间的组织。彼此的对话讲话中间，耶稣虽然这个人无法度亲身来到现场，但是伊好亲像听耶稣，因为这就是传道理啊。其实传道理毋是到办报道会的事，因为办报道会一年几摆，会算摆。毋过你逐日甲你的厝里的人，还是甲你的朋友、你的同学斗阵的时阵，这是经常在发生的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4+1的小组的团体，因不是咧进行，而且因流落家，他们没有放弃过他，不离不弃。会讲明哦，这个人来到伫遐，我无去爱演，但是后来耶稣讲，你会做啥？我毋知伊想到你到伫遐。有可能是long练、溜练，食啊手空，你拢壁啊，全变一个头壳无好，还是全骹歹去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嘛毋知呢。但是我会发现一项，这4个人没有放弃他这个梦。各位，咱有当时啊，就是吼，咱拢讲啊，朋友会交的就交，但是各位还记得，耶稣讲的一句话就出来。我腰你花钱，我喙焦你花你，我烫地你花钱，我关于家己你来看我。腰恁听有啦吼，喙焦嘛听有啊，烫地嘛听，啊关于家己你来看我。有时足侪物件吼，有个人会去用看做啥，迄个人吼无效，扣甲，扣甲你听有，扣甲就是扣甲。就那个这个人被放弃掉了，但是你也发现伊无被放弃，而且呢，你也当发现一项，伊到底来的时阵，他们对耶稣那份的信赖跟信心，各位还记得？为什么这是真要紧的事？这是今仔日因来，总是因人遮侪无甲因主动，互因去拆厝顶。我相信耶稣对因的信赖一定有一个绝大的分量，一定绝对的分量。所以这句话会走出来，除了伊以外，我无拯救。各位还记得吼？父母的，咱做父母啊，是讲咱其他改道理。我们会常常分享到耶稣吗？不是咱教会信徒道理哦，聊天聊西啊，聊八卦，聊有的没有，聊教会的是是非非，弄出漂亮。但是谈论到基督耶稣他的种类，讲到耶稣基督伊的荣耀、伊的美丽，伊所讲的话对你的感动，所以各位吼。唔好背圣经，唔听哩。迄上面一条字，是要背一段圣经伫你生命中，迄种的体会甲感受。我相信这个话，恁囝一定听有，孙也听有，媳妇嘛听有，老爸嘛听有。所以只要有一天吼，当你讲爸，咱来去啊！迄气气当夜做卖缀你来安尼。所以各位还记得，有时咱了解讲，这4+1的团体到底过什么款的生活，我无清楚。当时伊今仔日来过一个拆厝顶，跟耶稣讲看见伊的信心。这个信心不是讲有信无信的信心，是整个生命中因的流露。伊从除了耶稣以外，我无拯救。所以为了这个讲，当伊对厝顶推来时，你先互耶稣看到。耶稣看见伊的信心，就来讲一句话：细囝，你会做啥？各位，我们先把时间停留在这里。迄阵还袂爬起来行，咱唔好定讲后壁爬起来行。你会做啥？
一件事情，4个在屋顶的朋友，他都伫迄个坡啊，迄个变水面啊，跟耶稣讲一句话。我想这5个人应该都是男生吧，年纪我也不知道。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哭了。到底咧讲啥故事我唔知。我想对迄倒伫遐人跟耶稣应该起来嘛，耶稣一定是安尼看，伊倒伫遐，唔知要发生什么代志。但是跟耶稣讲睡觉，睡觉，你会做啥？对这个变水人也是一样。到安尼就讲，我会做啥？太过过去，我偷袂过干，我无论是我个人的修养啊，各方面，但今仔日耶稣话，我会做啥？到此够。所以各位也记得，这种的团体生活就水。好吧，我们再看下一个一点。跟耶稣，你会做啥？这么水的中间，这么美的东西，这么水的代志，总是嘛，都有人会冒念呢。我甲你讲，所有的冒念，咱唔惊迄个歹人冒念，咱上惊啥？正义之士的冒念。当耶稣讲你会做啥？伫中间嘛，本来经学书坐伫遐，心内体会，我现在觉得真的是很微妙哦。迄几个经学书，因为经学书拢看会出来，迄个经学书嘛，看着穿衫就知影，包括迄衫布写圣经的，遮嘛有圣经的，吼，迄经学书坐伫遐，因是伫会堂的中间，也是讲伫厝方即种尊重的人，迄几个经学书心内体会，咱会使讲一番话。这个地位是翻了吼，实在是足精彩，唱翻了上。呛翻，医院里应该有朗上，呛翻朗上。我们现在想想，心内闷闷，耐心讲一番。除了上帝以外，什么人有当真下嘴？各有这句对不对？对，绝对的对。除了上帝以外，问题是，你唔知影迄个就是上帝。一世人追求上帝人，上帝徛伫伊面头前，你看无？但是看到什么？伊看到这么多年来，伊的信仰追求所予伊的。其实，这也是咱今日教会一个永远的一个课题。耶稣并不是看不起遐经学书、法利赛人，因为经学书、法利赛人拢是真忠心、真追求的人、真真心的人。甚至耶稣嘛鼓励学生，恁着学伊，总是毋若干那学，恁爱赢过。迄个赢过毋是比较高。咱今就是啥？人高，咱若要赢就是上高，不是赢过，而是你越过他们心里那种的难处。赢过迄个，有时咱人到一个程度，咱的能力有时讲这种的限制。我甲恁讲过吼，我误会吼，我上惊一种教会人同工，我说你惊啥？我就惊教会迄个伤老的人，足老的。逐项你拢会晓，逐项你拢知，逐项拢足老的，所以逐项你拢有意见。我说就是安尼啦。我最近拢帮忙一寡拄毕业的团队师，我讲恁教会恁的上惊是种人，是要甲你行，要甲你指导。不过我劝恁吼，还是接受他们的指导啊。哦，先接纳他们，你才有法度。但到底找到上帝心意倒位，各位也记得，有时咱的能力到一个程度，食这个限制。所以今日学生敢若分享一下，永远保持一个拍开的心，承认一定有咱无够硬所在。咱的心理者一定有超过咱的能力会当体会。所以我定来甲讲，当你若惯势讲代志无人安尼做的，你就知影讲你已经限制。代志无人安尼用的啦，代志哪有亲像你安尼母的？都是有超过。耶稣就是定啦吼，互遐经学书、法利赛人讲啥物？
无人亲像你安尼啊，你拢毋捌。教会是安尼，圣经是安尼写，法规是安尼写，你拢毋捌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人就是人，因为阮提醒，咱是人，咱毋是上帝。所以保罗吼，互咱一个足水的学习的方式。保罗伫腓立比文书来讲一句讲：我无掠家己，已经得着；我嘛无掠家己，已经完全。我就这样说，袂记后。头前所在，永远有一个我无呀，家己已经完全。所以我嘛就安尼提醒的，有时到这个年龄啊吼，也无人讲你会对啊，不过有一项讲你会对，你家己的内心，你家己保持迄份拍开的心。我无了家己已经完全，心上帝拍开，因为后来这学生因要传道理的时阵。无人比这12学生，啊，我知影学生更较有体会，毋过较因缘拍开遐个心境，包括保罗当时捌为着马可甲巴拿巴袂好势，毋过你会知影，到有一天保罗称呼马可就讲，他是我的真儿子。迄个马可就即个马可，伊是我的真儿子。中间你有发现，连保罗伊嘛知影，过去所想袂到的所在。有上帝好的意思，所以今仔日因经验一下，我烦恼你起来，给你跑来与心下就是这样条件。各位，神迹在哪里？其实整个都是神迹。神走的路径，那是神迹；神说的话，那是神迹。上帝感动遐个人，会当自信来分享，然后带朋友来，迄嘛是神迹。包括耶稣帮助遐个学生讲哦。另相与心来讨论，不要这样想，不要这么想。甚至耶稣用一个，或者倒伫遐袂行路的人爬起来行，来帮助伊突破自己生命的盲点。当迄个人行出去，众人行哦，较要紧是物？学生经验强，永远拢有机会去经验。阮将来毋捌看见这款的代志。阮上帝祝福咱，逐天的生活拢会当有机会来经验。阮将来毋捌看见有即款的代志，这才是真的信仰啊！三界祈求，祈求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搁一摆互阮机会，入入你的殿里，听出你的声，愿你帮助我体会你的心意，祈祷奉主的名，阿门。这是咱来因回应的时光。用信息285首，我记好朋友。信息第285首，我记好朋友来回应今仔日的信息。请去分享。请坐，是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，请下次来分享。
我来报告，请咱来今仔来收看。第一面是咱即礼拜教会国小组甲团体聚会时间，请咱家己来看。请咱听众报告第一啊，东港事奉甲聚会场所，请服侍东港来注意家己服侍时间，聚会场所甲方面，请家己来看。我即摆来报告本会的消息。第一点，今仔日感谢牧师的信息的回复。第二点是圣诞节活动吼，咱已经开始咧举办，咱会使来看第一条甲第八条是，就是咱圣诞节今年的活动有5个活动，咱来看第8点，爱无限的福音地会，搁有平安年的礼拜，于12月2号到23、24号，总共5个，请咱来继续关心。伫即个圣诞节的即个活动，我有一个想要甲大家分享吼，就是咱12月2号即个圣诞爱无限即个福音茶会啊，我就咧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毋知大家对圣诞节即个节日，甲咱家己有啥物关系，还是讲有啥物回忆较放伫咱头壳内底的回忆？我就咧想，我即礼拜就拢咧想即个问题吼。因为我对于细汉就是教会大汉，所以圣诞节对我来讲啊，对我上有回忆的是，就是我爱国小的时阵吼。因为我国小迄阵，我最爱过圣诞节，因为圣诞节迄天我会使放假。但是这是重点的，我感觉为啥物我期待过圣诞节迄阵，主流的老师啊，拢会准备足大的礼物互我。我迄阵做囡仔，我最爱摕即个礼物。因暗教会嘛，拢有暗会。足闹热，会使去摸彩吼，摕礼品，搁有参加演节。囡仔时我最爱演节，我有演过耶稣嘛，演过玛利亚，演过约瑟，啥物我拢有演过。所以圣诞节即个回忆，伫我的头壳内底，对我来讲印象上深的，就是细汉的时阵。到尾后来长大以后，我有机会伫几当前我去英国工作，我伫英国迄阵嘛，伫遐过3天的圣诞节。伫迄阵。伫国外的圣诞节，甲我印象中完全拢无共。圣诞节啊，因伫英国甲欧洲的圣诞节，敢若咱的2九暝共款，街仔路拢无人，足平静，真正是平安暝。所以我就感觉，安尼嘛袂歹哦，安尼安静的安尼来过即个节日，毋使休。转来台湾以后，我感觉讲，台湾的圣诞节敢若较闹热哦，敢有需要安尼逐个拢做无闲的安尼。最近啊，我咧回想，从旧年开始，我感觉我找着答案。我感觉圣诞节是一个
足重要的，就是讲咱即个咱会使利用即个圣诞节即个节日啦，毋是敢若咧过圣诞节，更较重要就是讲咱会使透过圣诞节，咱来甲咱的福音传出去。因为大家拢知影圣诞节，所以讲，我感觉咱教会开始啊，咱透过小组团体，咱分组做策略，来针对咱南口的厝边，咱来咱真正是行出去来关心伊，摕主甲因讲话，互因感觉温暖。今年啊，咱搁较进一步啦吼，就是讲咱为着因来办一个福音的布道会。即届福音的布道会是咱卢平执事来策划。伊真正足用心的哦，伊真正毋是凊彩，逐项代志拢要求上悬的规格。我是负责迄个布置啦吼，伊就甲我讲，我想讲，你着叫准备20块桌，所以阮12月2号伫3楼，阮有20块桌，20块桌桌仔毋是安尼就好啦吼，桌仔伊搁要求爱布置啥物款，伊甲我讲爱用苏格兰风格，就是迄种英国的风格。哎呦，即种阮拢准备好啦，就是迄种足水的桌巾，阮甲铺伫咧桌仔顶悬，后来人家讲哦，敢若做为迄种过圣诞节的气氛。阮的布置的动工啊，嘛足用心的哦。阮的桌顶甲铺起以后啊，阮搁用手工，阮的动工搁用手工吼，去捡足侪松果啊，做个圣诞树，搁甲踩伫咧桌仔。这场我摕来做示范，迄天逐块桌中拢放一丛圣诞树，安尼互伊规个会场安尼做闹。我嘛有甲准备一项的动工讨论哦，讲你迄盘仔是讲要用纸还是要用塑胶的？伊讲无啦，我要对阮兜摕灰啊，摕敢若有星级饭店迄个盘仔，安尼座位拢甲上面拢甲摆足水安尼吼。所以阮即届是真正教会真正足用心要来准备即届的福音布道会。所以讲我嘛想要借着即个机会啊。咱的邀请卡拢准备好啦，伫后壁语音干事遐，所以讲咱大家嘛感动。我想讲即个时间，迄个圣诞节是一个足好的传福音的机会。请咱等者若有感动啊，咱就袂煞，咱会使来后壁语音干事摕一张邀请卡，咱若厝边还袂毋捌煮的，咱就来甲邀请，做伙来12月2号即个音乐布道会。请大家啊，对即个敢若有感动嘛，会使来奉献。但是我感觉上重要就是讲，咱今仔主播吼个活动，咱应该甲遮个活动，对今仔开始，咱就甲遮个圣诞节咱教会所举办的遮个活动，拢放伫咱的祈祷内底，逐工对主来祈祷，对主来引带。即个报告先到这，我阁继续报告。第3点是后主日是台神纪念主日，陈宏兴牧师要代表学校来准备请安敬道，请兄弟为台神的事工经费奉献甲代祷。第4点，请有报名参加归纳式灵修学顶课程的兄弟，今仔下晡1点20分要准时伫艺术协教室上。第5点，兄弟若感觉教会以后过头点仔确定，咱教会有准备两个遗嘱啊。再来跟干事来提。第6条，教会伫12月23，平安夜礼拜，12月24，圣诞赞美礼拜，要邀请国小、国中爱唱歌的学生囡仔，甲圣歌队做伙来献诗。咱若要参加，请音乐干事怡婷，圣歌队的队长国英来报名竞选。练习的时间是每礼拜日11点到11点半，伫2楼辅导教室练习。请鼓励咱厝内的囡仔踊跃来报名唱歌。第7点，若要订圣诞歌的兄弟，请到公馆网登记，18块。第8点，咱继续代祷，咱先到后壁。关怀代祷部分，请咱继续用伫厝疗养的兄弟甲住院的。即摆来继续祈祷。第3点，本会白许秀英姊妹
顶礼拜日下晡1点就主怀，到咱顶礼拜五举行告别式，由主来继续遗嘱内底。奉献报告的部分，小姐若有平台，请来向干事或是向我来提起。现在今仔老师咧介绍先。感谢大家平安，感谢主吼，会当透过圣诞的节期，特别拄则咱同乡技术伫遐有来特别呼吁吼，去邀请咱兄弟姊妹吼，特别12月初2吼，若有感动兄弟姊妹咱拢会当来邀请咱的厝边吼，是若知影会当确定来参加，就是报名吼，报名安尼倒，咱才知影讲迄个倒数20块倒的人数。所以邀请兄弟姊妹继续为遮个事工来祈祷来祷。再来，我先来介绍今仔日第一摆来到咱中间诶夫妇吼，去为兄弟公用培训啊，培训孝道伫咧即个设置教会的聚会吼。感谢主，再一遍感恩欢迎，好，大家。本来是咱关怀大道的部分吼，咱即个被苦手因姊妹，伫咧顶礼拜日下晡1点左右有迄个主怀，因为家属即个有决定伫咧即个拜过，所以已经过去了，已经即个告别式已经完成了，查某囝今仔日就有来吼，查某囝即个如雪白如雪姊妹来遮起哩，甲大家说多谢吼，咱的兄弟团结，特别兄弟团结伫咧即个拜五的时阵有差不多10通的兄弟姊妹伫遐来参加，共唱规歌，所以兄弟姊妹的查某囝特别今仔日来到咱的所在，甲咱说多谢。咱继续为即个家庭来祈祷，愿主继续引带看念。以上大概是遮咱周报顶悬，特别是即个圣诞节期拄则牧师有讲着咱继续来关心来祷。好，以上报告。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过，马可福音第23章。因主天来，见人细心，伊甲正来了后，为因得受的讲，观众来看喜。请咱来吟上的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请起立来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疼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恁众人三合一，对这粒气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在地。